慧玲，慧玲。耶和华的律法矫正，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；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为互憨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为互人的心欢喜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为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；耶和华的判断真实，一切是公义。比金比最最好金较通嫌恶，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。请来点第二支大港节的蜡烛。顶礼拜咱点大港节的第一支蜡烛，梦的蜡烛。今咱搁一摆点着，提起咱梦的光，伫黑暗中照光咱。和平是上帝赐予咱的礼物。行迄洗礼，约翰是一位先知，要求以色列的人爱反悔，甲上帝和好，请咱用行动来避办和平的来临。咱点这第二支蜡烛，是提醒咱，耶稣是和平的郎君，伊的光帮助咱会通和别人分享上帝的平安。
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，祈求上帝帮助咱成做和平的使者，请会众三甲来读。主，求你予阮成做和平的器具，伫怨恨的所在也成的政治，伫创伤的所在也赦免的政治，伫骄疑的所在也信心的政治。伫失望的所在也毋望的政治，伫悲伤的所在也喜乐的政治，伫黑暗的所在也落光明的政治。互阮毋是只求人安慰，是去安慰人；互阮毋是只求人的谅解，是去谅解人；互阮毋是只求人疼，是去疼人。因为阮还未付出的时，已经得到；因为阮还赦免人的时，已经得到赦免；当咱面对死亡的时，已经重新入伫永活。阿门。请咱来念圣诗，俄罗上帝圣诗476首，476首。请起立念全首。
请咱议员徛伫，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读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任难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共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启应，启应文第45篇，启应文第45篇，也是以赛亚书40章。至圣者问：恁有啥物人亲像我？恁也目看天，是上主，伊调集万军，算伊的少爷。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权能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？伊袂夜嘛袂先。野善的人，伊互因有元气；少年人拢为野善。毋过，倚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气力，因为亲像鹰鸟铁翅飞悬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为着听世间人，才来降生的救主耶稣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道成肉身，启示了天父的疼甲救赎，搁较坚定了阮的信心甲性命。互阮因为悔改来更新性命，活出虔诚甲称义的果效，荣耀上主。搁警醒阮预备主的再临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，点道和平的蜡烛，互主耶稣的光帮助人，互相分享上帝的平安。也互阮一生遵行你的旨意，顺服你，听叹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来共读上帝话圣经，记伫新约马可福音1章1节到8节。马可福音1章1节到8节。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亲像伫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：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，来修正你的路。有得叫伫旷野伊的声讲，着避万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，传反悔的洗礼，互人得到赦罪。从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证人拢出来就近伊，认因的罪。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，这个约翰穿骆驼毛，腰下披带，
食草莓甲山野的蜜。伊传讲，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，就屈落来讨伊的话大，我也袂堪去。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伊要用圣神甲恁洗。赞美要请圣乐队，福音正声得大弹。今日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：你若知耶稣是基督的话，你若知耶稣是基督的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自大港节开始了后，我相信大人拢有发现礼拜中间有一个真大的这个冲突，就是咱圣歌队所吟的诗歌，愈来愈欢喜，愈来愈振兴咱的心。总是牧师的讲道，却是照常遐尼严肃，而且愈来愈严肃。其实就像个牧师一开始所讲的，大港节确实爱有两种心情，一种是欢喜的心情，庆祝纪念2000当前耶稣为着咱来降生；总是另外一种心情，悲万心来迎接耶稣基督随时的再临。
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段经文，要来甲咱讲，到底咱人类去听候的迄位救星、迄位救主，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是分享大声，咱搁一解做伙来感谢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，你通过信心呼召阮，互阮成做耶稣的学生。总是主，阮甲耶稣12位学生相共款，有软弱，有家己的个性，嘛有家己的需要存在。求主，你每一摆通过礼拜中间的分享，你的神来帮助阮，手术互阮亮光甲感动，真做阮性命的帮助。求主，你的神也帮助阮，真正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主上帝你要手术互阮的恩典。阮将整个分享的过程交代伫你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是啥人？这位捌出现伫历史上的耶稣，伊对你来讲，伊是啥人？这个耶稣对天主教，也是讲对基督教的信徒来讲，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我相信这个标准答案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第一则经文会当看去。总是耶稣是啥人？这对犹太教，也是讲对伊斯兰教。就是讲就是咱咧讲的回教，犹太教甲回教，因对耶稣的身份绝对有无共款的答案。一学术界无共款范围的即个专家，也是讲学者，因对耶稣的身份也有无共款的即个答案。虽然讲学术界对耶稣的即个评论有真济，不过是假设，也是讲理论。总是真趣味的是，咱这个基督徒所信为这位耶稣，是学术界无一定会当提供咱真正确的答案，嘛无一定会当证明讲真正有一位安尼的耶稣，在历史上捌出现过。那安尼，咱信的到底是啥？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福音册《马可福音》。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将故事的目的拢真清楚，互读者会当知影。一下就将耶稣的身份讲互人知。对今仔日咱所领受第1章第1节，咱看去讲耶稣是谁的囝，是上帝的囝。我相信你毋免看经文就会当背对无？耶稣是上帝的囝，安尼耶稣敢是基督，敢是咱的救主，无毋对。耶稣是啥人？安尼的身份，咱现代的信徒甲早前初代教会的信徒拢相共款，会当对即个问题提出一个标准的答案。总是也相共款，无一定会当讲出我是安那会知影，我是安那会知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我是安那知影耶稣是基督，甚至对耶稣嘛无一定有正确的认捌。咱知影讲，早前初代教会的信徒，其实有真济是毋捌字的，毋捌读过册。迄个时代，毋是每一个人像迄咱相共款，都当受到教育。愈较无像迄咱现代人遐尼方便。咱厝内底敢拢有电脑，敢拢会当上网。莫讲啥，咱遮身躯顶绝对有一台物件，或者啥智慧型手机。咱要找啥物款的资料，敢是试试的，就随达你讲，敢是。所以咱真济常识，也是讲知识，真紧咱要查啥，就会当随知影。总是初代教会信徒无遮尔方便的资讯，会当知影。所以，到底因的信仰的知识是安怎来？因信仰的知识是安怎来？其实因信仰的知识拢是靠师徒，也是讲教会内底的教师。用口传的方式，来去教示，来去学习。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真济拢会晓背圣经，是安那？咱即马凊彩去册局买一本册，敢有简单？
有简单嘛？但是早前你讲要买一本册，敢有简单？无简单。所以因拢是靠这个师徒教师利用口传的方式，总是因面对伫教会内底的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会发现讲教会内底一开始会面对真济的规矩，真济规矩，甚至是真济讲你是生活上安那来生活，安那活出这个信用。我要讲的是，咱即马拢讲基督教讲啊真顺口嘛，对无？总是一早前，尤其是初代教会的时代，并无基督教安尼的组织存在。对外邦人来讲，对罗马帝国来讲，这个军队耶稣的人，不过是一群犹太教内底的其中的一群安尼尔。所以初代教会、初代信徒无基督教这种物件。甚至是所有的教会内底，因所面对的规矩是安怎来？因所面对的规矩是对旧约圣经的律法，甲即个诫命来。假使讲一个犹太人真做基督徒，叫伊继续在守律法诫命，敢有简单？是有简单啊无？犹太人真做基督徒，要叫伊守旧法的律法诫命，敢有简单？有嘛？但是一个外邦人，一个罗马人，一个希腊人，伊信耶稣了后，马上都叫伊守律法、守诫命，有简单无？无简单。这就是安那保罗常常甲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冲突，因为犹太人因上高，也是上介意的，就是讲爱守这的律例，守这的诫命。总是保罗讲守这的真好。总是愈较重要的是，你来真实认捌这位耶稣，伊是安那是救主，伊是安那是上帝的囝。有真实的认捌，靠真实的敬虔甲敬拜。伫马可这位福音书的作者，伊咧编写这本福音书的时，当时的信徒真侪拢知影讲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是基督，伊就是福音。总是通过这本福音册，保罗要挑战的是讲，那呢？你是安那知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？你是安那确定讲伊就是基督，伊就是救主，伊就是犹太人你讲的这个弥赛亚？甚至你是要确定讲伊真正就是福音，伊真正就是上帝要带来的好消息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第一章第一节安那写？咱手头若有圣经，咱做伙来读好无？第一章第一节，来咱来读，请。好，我们手上的圣经是什么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这句话马可意思是讲，我知影恁知影，我知影恁会晓讲这标准答案，但是都如何？是搁安怎？恁敢知影是安那耶稣伊是上帝的囝？你敢知影是安那伊是基督？马可意思就是讲，恁知影，总是恁毋知影伊如何是基督，伊为什么是基督？所以后面所有福音书的故事，就是要甲这些信徒讲为什么、如何，爱敢知影我的意思啊？所以基督就是讲，我要对头来讲，耶稣伊是安那是基督。伊是安那是上帝的囝。其实，在马可的时代，当耶稣还无遮尔普遍，互人宣扬的时，已经有上帝的囝存在伫世间。至少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范围，四面地人拢经历过一两位上帝的囝的统治。是安那去互罗马帝国统治，会经历过上帝的囝的统治。因为当时的罗马统治，因拢自称是希腊神明的化身啦。因拢自称是希腊神明的化身，因称呼家己是神明的囝。当时的罗马皇帝，因感觉讲，因为伊是神明，是希腊神明的化身，所以因感觉家己真神圣、真尊贵。这罗马皇帝都只爱对外来宣传讲，因就是人类的希望，因是人类的救星。所以，因就任了后，因真做皇帝就任了后，
因拢爱将即个好消息甲传出去，将好消息传出去，传讲因就是人类的救主。自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，即个世界绝对会带来和平甲秩序，绝对会带来和平甲秩序。咱嘛要了解一件代志，福音即个字眼，其实一开始并毋是咱基督教，还是讲基督徒伫使用的宗教字眼。咱讲传福音，拢讲啊诚顺口对无？其实一开始是希腊文内底，希腊世界内底。福音这字眼，并毋是基督徒伫使用。这字眼一开始是用伫政治甲经济的方面，所以当时，遐个自称是神明的罗马皇帝，当因镇压一个所在，当因将迄个所在占领落来了后，我要讲的是，这件代志，这件战争镇压了后，对帝国，对罗马帝国来讲，就是福音。就是好消息。以罗马帝国镇压，刚是表示讲，因的政治得到坚固，因的经济得到保障，对无？所以对罗马帝国来讲，是福音，是好消息。当然，咱知影讲，咱对历史来看，罗马帝国伊维持世界的和平的方式，是用啥物款的方式？军事武力嘛，罗马帝国是靠这个军事武力嘛，以及对殖民地的这个控制嘛。所以，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方式是用靠武力、靠控制的方式的话，那安尼，罗马皇帝所带来的福音，检视每一个人的好消息。毋是哦，罗马皇帝带来福音，毋是每一个人的好消息。这个新民化身的罗马皇帝。嘛，绝对毋是每一个人的救主。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，当因拄着讲每一个互罗马帝国统治的所在，拢在采一尊罗马皇帝的啥？伊的像，伊的偶像。罗马皇帝都宣布讲，照时阵爱安那，爱拜伊的像嘛，对无？这对基督徒来讲，敢是一件真艰苦、真受气的代志。今仔日换做咱今仔日大位，咱拢认耶稣是救主，是咱的王的时，人叫你讲去庙内底去拜遐个偶像，你会去拜吗？你敢跪会落去？相共款的道理，迄个时阵基督徒嘛无法度按罗马皇帝上来跪拜。是安尼历史处境下面，马可拍算通过耶稣的故事，互真侪受压迫、受剥削的人民知影讲。因所听候的救主已经来临，早就来临啊！总是迄个救主绝对毋是罗马皇帝。因所听候拯救的福音嘛已经实现啦。总是这个福音甲罗马帝国无关系。马可这位作者一开始，伊所运用先知的话，是对一位先知，用对一位先知的话来讲，以赛亚先知。是啊，伊要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，按信徒来讲，也是讲做这个福音书的起头。目的，伊就是要互人知影讲，耶稣，互人叫做是上帝的囝，互人讲是救主，并毋是伊家己自称的。因为有人要甲罗马皇帝抱，就讲啊，你是啥物神明的囝，你是啥物神明？总是马可要互信徒知影讲。耶稣是上帝囝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对旧约开始就已经有记载的，就一定有记载的。对旧约时代开始，当犹太人的祖先去掠去到去巴比伦的时，上帝就通过先知手术因一个拯救的应允。马可所引用的经文，咱当先记落来，是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第4节。这咱当回去慢慢来显，慢慢来看。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第4节。那呢，马可引用这段经文的原因是啥物？这段经文的处境是咧讲犹太人当时去掠去到至巴比伦，一遐受苦受难，总是上帝通过先知手术因安慰的话。这段安慰的话是咧讲啥物？
咱若是看经文，咱看到讲先知以赛亚用大自然的环境来咧讲即个拯救。伊讲大山爱安那？爱安那？消和平，啊山谷咧爱填好满，弯弯弯弯的路爱安那？修好直。这意思是咧讲啥？这意思是讲将来有一天，这犹太人伫巴比伦的受苦会结束。上帝要拯救伊，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路人，敢有阻碍？无任何的阻碍，因为大山一定安那修平，山谷安那填满，弯弯弯弯的路安那修直啊。意思来讲，上帝要拯救因的即个过程，袂受到任何的阻挡。因要对巴比伦转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人，嘛袂受到阻挡。相共款，马可要互当时的信徒知影一件代志。迄个时阵，上帝拯救犹太人对巴比伦转来伫耶路撒冷。那现在罗马帝国对咱的压迫，上帝相共款会当甲咱拯救，脱离罗马帝国的即个统治。特别马可引用这段经文是有力的，想要讲有力。请问，咱伫读的圣经，先知所写的这预言，敢有实现？敢有实现？所以是一个事实，对无？恁遮尔无信心呢？读圣经读遐尼久，上帝应允有实现无？有实现，所以马可这位作者用这段经文来安慰讲，较早所实现的，现在敢会实现？照常会实现，照常实现。所以马可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，是要来刺激这些信徒来思考讲，这位来到世间旧约先知所预言的，这位耶稣，伊真正是上帝的囝，伊真正是咱的救主，伊就是上帝本身，而且伊所要带来的福音，绝对会挑战这个世界其他的福音。咱知影讲，咱看这个福音书，先知的预言敢有实现？有实现嘛？因为有一位行洗的约翰敢有出现？行洗的约翰出现无毋对，伊就是要来陪伴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使者。总是当咱看到第1章第1节到第8节的时阵，咱可能会感觉有真奇怪的所在。请问，犹太人敢有去互罗马人掠去到一外邦？有吗？犹太人敢有去互罗马人掠去到一外邦？因小款点是犹大地区对吧？迄时阵做犹大省嘛，伊无去互掠出去啊。请问，迄时阵圣殿敢有受毁坏？嘛无受毁坏啊。罗马帝国敢有阻挡因袂当有任何宗教活动？嘛无呢，嘛无呢。人无去互掠去外邦，啊圣殿嘛无受毁坏，啊会当继续有这宗教活动。总是为虾米？上帝无要出现伫圣殿，无要出现伫耶路撒冷，上帝使者出现伫倒搭？出现伫倒搭？旷野对无？出现伫旷野。这位上帝使者出现伫旷野，帮人咧行啥物洗礼？洁净礼。今仔日咱讲是嘛有洗礼，总是行洗礼约翰的即个洁净礼，甲咱的洗礼是无共款的。甲现代教会的洗礼无共款，即个洁净礼讲的是律法内底所讲的即个洁净的即个礼仪。咱知影讲有一个教派受洗礼的时阵，是规身躯安那浸落去嘛。当然，咱教会嘛会当考虑一下啦吼，不过较麻烦。咱是用点水礼对无？但是正信会安那用浸的。迄时阵人拢去到约旦河边安那受约翰的洗礼，就是讲，当因悔改认罪会祈祷了后，因规身躯浸落去是水内底，倒起来的时阵，代表讲因所认的罪通过水安那洗清啊，得到上帝的赦免。既然安尼的话，圣殿无受毁坏，人无去互掠走，啊，照常会当有圣礼典的话，犹太人的心目中，
耶路撒冷毋是一个神圣的所在吗？圣殿应该是圣洁的啊。圣殿内底敢是有一群祭司，分别做圣，专门去举行这个圣礼典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人民无要进入到圣殿，宁可走出去到一旷野。咱来看咱手头的圣经所记载的，马可所记载，毋是讲只是就近旷野遮的徛家，较去找约翰，较去约旦河呢？伊是讲啥物所在的人拢走去约旦河找约翰？犹太的全地嘛，包括耶路撒冷嘛。请问圣殿是啥物所在？耶路撒冷啊。啥遮的人伊要离开伊认为是神圣的所在，去到旷野，去找约翰，去认罪悔改，去受洗礼。上帝使者先知，若是讲出现伫上帝同在的上顶圣殿，兼是适合的，是适合的嘛？对无？请问上帝的神降临伫圣殿内底，感动伊的使者，敢是正当的？正当的嘛？咱神圣的仪式，比如讲洗礼、圣礼典、婚礼，所有遮的物件，一礼拜长来举行，敢是正确的？拢是正确的。总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伫旷野？为什么人民宁可去到旷野，都无愿意倒踏入去圣殿一步？为什么？当时的犹太当局，也是讲犹太人的领导者，其实因的心内一定有福音嘛，因的心内一定有福音嘛。即群犹太人的领导者是啥？咱敢有听过希律党？希律王啦，就是要追杀耶稣的迄个希律王。请问希律王的官兵对倒位来？是犹太人福音，还是罗马帝国福音呢？甚至互人感觉真趣味、真好笑的是，圣殿内底的祭司，伊掌握整个犹太人的宗教甲经济。请问因的官兵对倒位来？小共款对罗马帝国来。所以即群宗教领袖，也是讲遮犹太的当局，因的心内一定有福音嘛。因的福音对倒位来？因的福音就是罗马皇帝。因的福音就是罗马帝国的强盛，这就是因的福音。罗马帝国若是强，因的统治权就会安那得到保障。所以耶路撒冷圣殿存落来只是有敬虔的外表，无毋对。圣殿无受毁坏，照常有宗教的活动，总是伫这活动内底检采，一定无上帝存在行动的空间。虽然讲圣殿好，总是伊失去了伊原底的功能。咱知影讲耶稣最后去到圣殿做啥物代志？敢是将遐买卖人的桌啊椅啊安那演互倒？这就是啥？耶稣遮尔无满意耶路撒冷，甚至是圣殿遮的代志，与人民一定无法度对圣殿内底得到安慰、讨棒甲平安。咱倒来看咱的经文，马可安那记载这位行洗的约翰，伊是啥物款的外表？伊穿啥物款的衫？骆驼毛嘛。腰刀下啥物货？皮带。食啥物货？蝗虫野蜜嘛，对无？请问今仔日你若去到郊外，看到一个人穿安尼，你感觉这是啥物款的人？流浪汉、乞丐、游民。你会感觉伊足奇怪无？敢会感觉伊足奇怪？哪有人穿安尼？哪有人是安尼生活？总是自旷野的行洗的约翰，甲圣殿内底的祭司比起来，会当讲是真强烈的对比。啥讲是真强烈的对比？请问圣殿敢是神圣的所在？对犹太人来讲，圣殿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对无？总是旷野是啥物所在？
旷野是无平安的所在，旷野是危险的所在，有野兽，有强盗。一心目中，犹太人认为讲妖魔鬼怪拢是出现伫旷野。是安那妖魔鬼怪出现伫旷野？因犹太人有一个仪式，一个人认罪悔改了后，掠一只山羊来，将手放伫伊的头壳顶，就将即只山羊放去倒搭旷野。意思是讲鬼怪一定对即个山羊去到伫旷野。那呢，我倒要问，请问祭司的身份敢是神圣的？敢有分别做性？因为因拢有行洁净礼嘛。因的服装是安那，真整齐嘛，对无？总是对比也，即个加西勒约翰的穿插是安那？加西勒约翰的穿插是哪像迄啥物货？游民嘛，乞食嘛。啊，请问，自耶稣的时代，敢有人无代志，一旷野热烧？除了你是犯着太过病，倒另外一种叫啥会附身？叫鬼附身，较会一旷野热烧。所以你无发现讲这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吗？总是我要讲的是气派的建筑，也是讲庄严的服装，才会祭司，才会宗教领袖无法度将家己个包装甲遮敬虔。咱发现讲人民宁可去对答，宁可去旷野找约翰，找迄个外表奇怪，总是认出是上帝先知的迄个人。人民一定对当时腐败的宗教制度感觉真失望，因却会当对这个加西勒约翰的身躯顶看起上帝要拯救因的这个愿望。因为加西勒约翰是约旦河伫为人洗礼时，因拢用一句话来提醒这个受洗的人。咱来掀开咱的圣经，咱来看加西勒约翰安那大因提醒。咱来读第7节到第8节。第7节到第8节，请。迄位要伫我后壁来的能力安那，比约翰较大。伊讲约翰讲，就算讲我若哭落来，搭烫鞋啊，安那。敢有匹配嘛？无匹配哦。约翰都讲，你即摆来到约旦河，我用水帮恁行洗，总是伫我后面来要用啥货帮恁行洗咧？要用信心。人民拢信任即个行洗的约翰，伊是一位先知。所以当因听到先知用安尼话伫大因提醒的时，这人民自然会去联想到讲啊，上帝一较早所应允互因的即个祖先的遮的话，一定要实现啦。行洗勒约翰要互受洗人知影讲，真正的洁净，真正的分别做成，毋若是通过水，毋若是通过水，真正的分别做成，真正的圣洁，都要通过信心。一定要通过信心，你才会使得到真正的赦免甲讨放。通过信心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。甲分别做成。马可伫记载即个耶稣的故事的起头，伊就有信徒知影一件代志，有信徒知影讲耶稣，伊确实是上帝的囝，伊是真正的救主。耶稣所带来福音是超越性的，耶稣的能力嘛无受到空间的限制，耶稣的能力愈较袂受到即个世界任何的文化甲制度的限制。耶稣要拯救人、讨放人的能力，也超过人的想象。咱若是看马可福音的话，请问一旷野第一出现的是啥？敢是行洗勒约翰？接续送的一旷野，接续来出现耶稣。福音是对倒位开始？福音无对耶路撒冷开始，福音嘛无对圣殿开始，福音对倒位开始？对旷野开始。旷野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啥物款的所在？无平安对无？总是因若想起因祖先的故事的话，
旷野是啥物所在？当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，因是直接进入到应允的地迦南地，还是爱经过旷野？一旷野内底，讲是甲上帝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重新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。因的生命讲是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重新的开始。耶稣这位救主，伊所带来的福音，拢一直伫挑战这个世界的文化甲制度。耶稣的福音嘛，一直伫挑战咱教会的文化甲制度。牧师讲的教会，毋是讲咱桃园教会尔。牧师讲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的教会、基督教、联合教会的教会。耶稣的福音，拢一直伫挑战咱教会的文化甲制度。就亲像当时，加西利约翰伫旷野为着人洗礼，加西利约翰嘛是要挑战当时腐败的宗教制度。耶稣的福音绝对甲这个世界是分别做成，而且耶稣福音绝对充满公义、和平、良善甲圣洁。耶稣福音绝对符合上帝的旨意，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上帝。最后，牧师要问咱大家，到底上较是你的救主？上较是你的救主？上是你的基督？耶稣？若是讲咱的答案拢是耶稣的话，安尼，咱的生活，咱生命的价值观，到底有符合耶稣的福音无？到底有符合耶稣的福音无？虽然耶稣已经坐伫天顶的宝座，总是有应允一个保惠师要来到咱的中间。这个保惠师是啥？信神。所以信神有缘运行伫咱的中间，去进行这个拯救的工作。若安尼来讲的话，咱既然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咱的救主的时，咱的生命敢有继续互信神来洗礼？咱的生命敢有继续互信神来洗礼？当时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圣殿，去到旷野受洗礼，是为着要甲腐败的宗教制度有一个分别，所以因做这个行动。那呢，咱若是确实来确定讲耶稣伊真正是基督是救主的话，那呢，咱一个人敢有分别做成，甲这个世界有分别无？就真做检验咱家己敢是基督徒的一个方式。今仔日咱若是甲这个世界无要分别，咱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咱无真实的悔改。咱甲这个世界无分别的时，咱就无继续受到信心的洗礼，咱就无受到信心的洗礼。咱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咱得一概来思考，咱的救主敢真正是耶稣？咱的救主敢真正是耶稣？咱的福音敢真正是对上帝遐来？这留互咱转去慢慢啊思考。愿上帝帮助咱，真正每一届通过详细来查考圣经上帝的话，来明白上帝的真理甲伊的意思，会当互咱将上帝的话来确实实现运用伫咱的生活顶面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通过主耶稣基督呼召阮来成做基督的学生。总是主，这条信仰的道路无好行，就亲像耶稣一开始出现伫旷野相共款，迄个充满危险、试探、挑战的所在。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去到旷野，找到耶稣，学习伊的款式，跟对伊的脚步。因为主上帝，你互主耶稣基督靠着信心伫世间赢过任何的挑战甲困难。你嘛相共款，嘛要呼召阮，亲像耶稣无通嫌，会当完全。总是主。
阮必须爱承认，阮有软弱，阮人是有限的。阮常常甲即个世界的结果无法度来分别出来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的过失，也恳求主你的神不断来洗净阮，愿你的信心不断来帮助阮，真正会当过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。也求主真正互阮明白，什么货是对你来的福音，到底你的福音要带来互即个世界什么款的帮助？减是公义，减是良善，减是公平，减是慈悲，减是怜悯。主啊，恳求你真正互阮来详细来思考，到底咱要传互人的福音是啥物？愿主你的神继续帮助阮，通过大港节，通过圣诞节，即个要传福音的节期，互阮家己倒一摆来思考即个问题，即个信仰的课题。愿安尼仰你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煞接我来收圣餐，请牧师。我们先来唱歌啦，吼！咱来先来唱回应诗啦，吼！149首，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。
会众请坐。这时，咱大神要来举行圣礼典。第一个是这个洗礼式，第二个才是圣餐式。所以这时要来邀请彭奇、茂成、韵如、甲应灿敬请省略，请都有雅乐，咱会当来到台前，大圣牧师要来直接宣布，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各活了后，要要就天的大圣有讲，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因手，搁我日日甲因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，必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神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，归伫恁甲恁的子孙。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记那主，咱的上帝所呼召的。这时，彭奇、茂成、韵如甲应灿，因要直接来行洗礼，亲像迄时必定有叫人即个反悔信耶稣相共款，互因来受洗礼。但我也安尼对恁来讲，恁着亲信，恁着真实来反悔。个别恁的信仰，搁伫恁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正做恁的罪，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信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即时，牧师要来带恁要受洗礼的人要来誓约，彭奇、茂成。韵如甲应灿，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？有。你有深信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也无？有。你有要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。尽信徒的本分，你有要安尼行也无？有。好，这时牧师要直接用水带因行洗礼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，阿门。茂成，我只是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，阿门。比如，只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，阿门。应灿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以前诚心，佮愿恁的神、甲魂、甲身躯，
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伊着保全，无通嫌。阿门。这时，牧师要来宣告，请咱会众做伙起立。你一定搁凭你的信仰来受洗。我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教会桃园小会的原命，接纳你做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耶稣基督的道以及信仰的即个稳定。阿门。请咱会众当就座。好，这是要来举行这个信仰告别，亚月，因为伊进前一定有一别经教会，也是讲教派受洗礼，总是伊要加入一咱同教会爱通过这个信仰告别。一只牧师要先来宣告，我真欢喜，你今仔日要来宣告你的信。也甲阮有份，要有即个共同的即个使命，通过洗礼，亚月你定甲耶稣基督有结连，也成做伊的教会的一份子。你嘛成做上帝子民的百姓，成做伊的团契。你嘛开始咧学习上帝要拯救万民的计划。你嘛得到上帝教示，得到人命的即个培育。你嘛受上帝的呼召，要来为着耶稣基督福音来做见证。所以，你着注意来听圣经的话，安尼讲。安尼，亚月，你无搁做外面人架脚的，就是甲遮的圣徒上国，做上帝厝内的人，受起做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，基督耶稣家己做厝角。要紧的借，在伫伊既若所起的拢三联络，点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，你也点伫伊三角来受起造，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。即时，即个亚月要来做信仰告别，与咱教会是一体，所以我嘛直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起立。咱来陪伴亚月，做伙来做即个信仰的告别。总是咱讲使徒圣经分做三段我信，所以牧师问一段，咱做伙陪伴亚月来回答一段。亚月，你有相信上帝全能的爸也无？恁在念使徒圣经第一段我信。你有相信耶稣基督也无？伊对信心投胎，你有相信信心也无？阿门。会众请坐。来，亚月还未结束的，莫紧张。好来，小共款伫即个祷告点会当归落。牧师要来一只来宣告，倒来一届甲你应答。亚月，你既然已经公开表明你的信，你就成做即个教会忠实的会员，有份伫伊的敬拜甲传福音的使命，通过你的祈祷甲温书、学习甲侍奉，来实践你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使命。
你有要安尼做也无？有，好。即时牧师要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，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稳定的上帝，通过水甲信心，你互阮真做属伫你的即个子民。对罪的中间，你洁净我，修饰阮新的活命。你互阮真做你的身躯，教会的一体。互着阮伫即世间真做你的奴仆。但你定精心夜月，伊伫洗礼中甲你所立的约。也保守伫起头，你教示伊的好所行。通过你的信心，就是信心，就是会当守住伊气力，嘛用你的喜乐来疼痛伊、服侍伊，也会向互伊知影讲，伊是地面上为着福音所爱行的公义甲公平，为着福音的缘故来拍拼。主愿安尼仰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起立。好来，请咱今仔日设立以及信仰个别会当向后转来面对即个会众。这是牧师要来宣布，伊一定通过信仰个别以及洗礼来表明因的信。当咱持守上帝通过即个洗礼，甲伊所即个立的约，咱的教会嘛做伙来欢迎因，成做咱教会一份子，有份是咱教会敬拜甲传福音的即个使命。好，即时咱邀请咱的小会员来到台前，但握手，但接纳。即时要来邀请藤义甲义林，要抱因的细汉囝可心来到台前，要来受即个儿童的即个洗礼。好，藤义甲义林，咱来徛至头前。
只是牧师用几段上帝的话，直接来宣布。有人带细汉囝来就近耶稣，要互耶稣摸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看起安尼，就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你禁伊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信这上帝的国，无亲像囡仔的，无亲像细汉囝的，决断袂当入去。说了，耶稣就抱因，甲因换手，祝福因。当藤义甲义林，虽然咱的细汉囝可心，以后无法度来明白咱即马所做的代志。要久，所要上帝所要应允互伊的恩典，就是真做恩典的后裔。上帝嘛要通过洗礼，互伊归入即个教会，真做教会上帝厝内底的一份子，嘛真做上帝的子民。而即时藤义甲义林，恁代表可心来做即个誓约的应答，安尼好无？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即摆的回答是帮可心回答无？哦，爱安尼来想。恁着倚靠上帝所授予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，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，互伊所行会当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你有要安尼做也无？愿上帝祝福你甲你的细囝，帮助因来设即个约。只是咱搁一届，请咱会众起立。所用基督的心来祝福这个家庭。首先，阮当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是牧师要来宣告，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细囝，咱一定接纳伊，成做咱教会一份子。未来也要做即个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信仰的恩典。当即个细汉囝，因的爸母同意甲义民，甲咱会众做伙来做即个见证，嘛着爱相共来负担幼稚即个囡仔的信仰大汉，直到伊会当坚固家己来认信即个信仰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，阮恳求你来保守、照顾即个细囝，引出伊的身躯甲灵魂，甲伊的智慧甲年岁会当哪加伊，上帝甲人会当哪听伊。阮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收赐伫伊，引出伊平安来经过囡仔的时期，救伊脱离少年人的即个引诱甲试探。直到伊大汉的时，通家己来告别伊家己的信仰，然后坚持到落尾。主阮的上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一世间的家庭生活，阮求你祝福即个细囝的家庭，求你收赐伊的爸母，同伊甲气人，以及囝仔照顾伊的人，互因有智慧甲温柔来照顾即个细囝，帮助你的疼的内面。来成长，主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先播出。咱等下呼我声较细声的啦，吼。就咱欢迎陈义甲义林，上帝收赐互因的产业可心，
将做咱教会一份子，将做教会一份子。好，来，小心，没有好。接下也请咱来备办心，咱接要来举行这个圣餐式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，三甲来收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囡仔着满担重担的人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嘛向咱边仔人讲，愿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予恁的。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，有摕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：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。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叫人免迄面，又摕饼祝谢祈祷。只是咱嘛照安尼的款式来行，一领受饼甲杯进前，咱嘛做伙倒一摆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面头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者的有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也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来拍破的。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这是基督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来，请丢了。
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就一解来默想，主耶稣为着咱的罪，拍破伊的身躯。总是咱真做基督徒，咱的人命敢有愿意互信心受拍破，重新来塑造，互信心帮助咱愈来愈有耶稣基督的款式，互信心帮助咱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天路。咱摕着饼的时，咱就用安尼来默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是基督的身体，为着咱拍破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做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伊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当咱摕到杯的时，
咱倒一届来默想，主耶稣讲过，伊第二届要搁来临，总是要带来审判，总是咱每一个人受伊呼召的，拢有伊保护的掠壳，咱敢有通过保护的掠壳，安尼救赎的恩典，来有好的行踏伫上帝面头前啊无？咱倒一届来三思，咱敢有珍惜即个保护，咱敢有吞达即个保护，咱敢有运用即个保护来有好的行踏。姊妹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要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嘛往边仔人讲，愿主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搁一届做伙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。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来做培养阮灵魂、搁精、搁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
也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。阮就是你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阮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来接纳阮，煞用慈悲来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了后，会当来荣光荣耀你。主啊，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奉献，请感情执事、高庭家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报告大仙，请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请各位来读两遍。有地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，着避万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马可福音1章30，请。
掀开周报的第一面，后礼拜的侍奉人员，请你家己来注意。周间的聚会教育课程，请你来关心来看。第三页有5组的小组聚会，要为了圣诞节来预备节目。青溪中山艺文3组，请恁照周报的刊登来聚会。第7页，奉献的名示，若有重大的向执事来提起。第9页，消息的报告。今仔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，咱有请今年的新婚夫妇来点第2期的蜡烛，和平的蜡烛。第2，今仔有举办圣礼典、圣餐式、洗礼式。恭喜成人日洗，信仰个别小儿洗，这个兄弟恭喜恁。第3点，下晡点半要伫701会议室来召开2018上半年度施工协调会，甲1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，请中执团结首长甲服侍人员出席参会。会后要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第4点，社区会议班要伫12月16，就是这个拜六上午11点30分，伫705的教室举行第6期的结业式，欢迎牧师、中职同工莅临关心代祷。下主日12月17，为大港节的第3主日，由2017年新生儿甲家长李建芬、黄全文、黄廷业、钟宽峰的家庭来点喜乐的蜡烛。第2点，社区会议班要伫后礼拜的第2场礼拜煞要有成果的发表会。第3点，后礼拜中昼12点30分要伫701的会议室召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1点30分伫705会议室来召开行政部的部会，请部员出席。教会消息。第1点，有买圣诞歌的会友，请你礼拜煞到6楼来领取。第2点，圣诞暗会的总彩排要伫12月16甲12月23下晡3点，伫教会4楼礼拜堂来举行。参加这彩排的若无法度来，请你派代表来参加，甚至恁各组有参加的人，爱向教会来登记你的人数，通伫迄暗来为恁准备便当。第3点，2018年的月历已经印好啊，每一户1份，请你来领。第4点，恭喜圣经会考100分90分的兄弟，你通到礼拜后到办公室来领取奖励。第5点，2017年第2摆就是105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助学金，这个学生请你到办公室来签名领取。第6点，2018年合会手册，请你伫12月17，就是后礼拜日，资料来教会办公室。教界消息，2018年101的文道培育师资的培育营，伫南部举行的，伫高雄中华电信训练所有2天，
一摆是正月12甲13，第二摆是2月初9甲初10。你北部新店总共女中举办的是5月初4甲初5，5月25甲26。要详细爱看公布栏。第2點，2018年凌晨形成教材演習會，嘛有兩位，一擺佇南部是正月初6，佇高雄鹽埕教會；北部佇正月13，佇台北的濟南教會。詳細情形看公布欄。12點，要佇7號日會議室調開合作社李幹事會議，請李幹事出席來參加，請牧師來補充報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師直接來補充報告。大先，牧師直接說咧，因為今仔日的周報，牧師無夠去場地啦吼，所以遞到咱的事會甲咱的信徒吼，小可無順序安尼啦吼。我牧師袂記咧放即個聖餐的即個停序安尼去哩。好，牧師直接帶咱會者說咧，一隻牧師嘛要來介紹第一屆。來到咱中間，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杨永胜弟兄至後面，咱拍鼓啊，大家歡迎您，好，請坐。好，一隻牧師嘛特別來多強調一解，自今仔日下晡1點半，請咱各團契的會長。也是講輔導，或是咱中職一定愛來參加即個時間的協調會。時間協調會為着要互咱每年的時間會當無頂單，也是講會當順利，會要做直接來調開即個協調會。好，以上牧師直接做一個補充的報告。好，誠實的，即個黃牧師吼，黃芳雲牧師嘛來到咱的中間吼。咱拍鼓啊，來歡迎。好。上映175首。請起立來吟全首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領新情景是創造我命的靈。
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你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，照你通过耶稣对阮的呼召，做伙甲耶稣进入旷野，来学习伊的款式，跟对伊的脚步。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慈悲怜悯疼痛，甲你的大能力。甲阮三甲伫地，嘛甲今仔日通过洗礼、信仰个别的遮的信徒三甲伫地，来行你呼召我们要来行即条天路，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真济祝歌，电乐灭岛。
平安礼，请起立，甲你周边的人讲，和平是上帝赐咱的礼物，和平是上帝赐咱的礼物。然后请上6楼爱餐，上6楼爱餐。